所以咱眼睛闭上来，慢慢听伊内底迄个意境，看到人体会，哦，安尼个听起来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时间的关系，我这边给推来，如果话时间的关系，而这个过程内底，而这个过程内底，咱透过咱咱学生来主题，就是歌，
来做这个事，目标，也目标，就是要互咱了解到真正，咱当下，咱的重点是对，要以做啥物做重点，啥物叫做无重点，啥物叫做无必要，啥物叫重点，啥物叫必要，咱慢慢体会。所以适应，咱的老师，大家学生当中讲，一直咧甲咱教育，恁内底目的就是要提发展咱的智慧，互咱较紧会当利用着咱的时间，好来发挥，好来尽心尽力，时间无在到而且到目前咱建立，今日大家有面当而且大家共同分享到目前咱上面都是注意不是的所在，同样这个所在对啦，无法知道请咱建议不建议这种文书都有这种改变，麻烦有的所在不正式所在大家包涵知道，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祝福大家。大众请起立。感谢讲师慈悲，前道风，坤道风。那我们再次那接下来，等一下是由陈永同陈讲师我们讲《道德经》21章。